这个过年期间又搁有地动啊，今早起呢，这家己搁再摇，10分钟内连续摇5解。早起10点11分的时阵，发生规模5.6的地动，这地动中心点是伫咧家己大埔，深度干那10公里尔，台南家己的民众拢会当感受到。对监视器镜头看到，本来房间内物件更加正整齐，嫌过无久了就开始摇摇摆摆，进度也搁正大。春节连续假期地动也无休困。早起地牛阁冰心，尤其家己伫10分钟内连续5遍地动，10点11分发生规模5.6的地动，家己加台南的民众拢明显感受到地动的威力。啊，敢有走出去？无啦，无啊，好啊。哦，迄惊无效啦，惊是惊啦，啊无效啦。民众当然是人心惶惶啦，啊，这个是天灾，你嘛无走啊。台南有真侪民众手机拢收到地动的警讯，大家赶紧走出外，徛伫路边，讲真可怕。一个台南的府前路有一栋建筑物，敢若是因为地动的影响，伫厝顶的壁面放来，去撼到下卡的车。网络顶真侪人伫咧讨论。那它的最大震度在大埔有5强，那其他地区呢，像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，也都有观测到最大震度4级，还是算是大埔地震的余震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伫这群地动正接，就要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若受到地动的影响，高铁也拢慢分。代替伫咧台中的山线、沙鹿的海线，抑个香山到台中，水尾到富里顶路段，拢慢速伫咧驶，确保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